三都二风台虽然豆豆减弱，但是既然罗东昨半暝向落一阵大水雨，造成罗东的公正路等等所在拢淹水，有够大人的脚头虎遮尔深。加在今仔日透早水就豆豆退。初三暗时差不多10点，宜兰东山乡甲罗东镇地区开始就暴雨，造成罗东镇火车站头前的公正路，还有附近的民族路、大东路等地淹水严重。公正路沿线积水把淹到口头区，经小桥封锁线暂时禁止人车通过。另外，镇内大东路附近一个地下道也因为未覆排水，而造成受困。罗东镇公正路附近的居民表示。淹水时阵，积水莫淹入厝内，一个点头财物拢有损失。你有这么方便无？当然了，那我们那种不能够方便，台风雨啊，台风。很久没这样淹了哦。而且这种又是脏水，细菌又多。罗东南门圳大排水位已经特别溢过路面，附近民众是真烦恼。这场汹汹的暴雨。差不多4点外钟，今日透早，罗东镇内大部分积水已经消退，公正路沿线也解除封路管制措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